啦啦叉叉 YouTube 吧。在知识型 YouTuber 界小有名气的死为了要展现他勤碌碌的样子，决定举办一场叠字知识擂台赛，争取 YouTuber 界最值得骄傲的叠字知识王的头衔。但是输的人会有惊心动魄的惩罚等着你。阿棒有钱！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狼爷姐姐又紧张的第一届叠字擂台赛，最后剩下4组的参赛者，要争取 YouTube 界最傻逼的叠字知识王。先来介绍一下这决赛的参赛者，是由耸耸堆堆这一队的蔡伦跟蕾蕾对上喵的渣渣。这2队参赛者看起来都4Q 位，超级电脑请出题。请问课余叠字的组合形式有很多种，例如强强丽丽是 AABB。请问用来称赞漂亮女生的蒋内内是属于哪一种类型？哎呀，总是喵的渣渣，居然说不出话来，直傻绿状。看来这题不简单哦。这真是个好问题。哎，比比，你觉得没错，是哪一种？就是 ABB 型。恭喜耸耸堆队晋级。渣渣要接受吃龙哥哥什么味道都有的终极暗黑料理处罚。接下来出场的是 YouTube 界最受瞩目的金露露跟4 PK 蒋内内跟阿里基。来，不要啰啰嗦嗦，进入问题。请问在课余叠字词里，动词、形容词、名词的应用，较无法常常听到的是哪一种？狗该滚是状声词啊，毛摸起来悠悠是形容词啊。我知道了，是名词。太厉害了，不愧是金露露跟4，恭喜晋级！现在阿里接下去跟我们奥卡卡的恐怖第一拳来个神奇的一吻。哇，终于来到擂台赛的最终决赛了，到底奖落谁家呢？来，照过来，左手边是我们爱的力量无限大的耸耸堆吹，右手边是我们秦露露跟4。请问YouTube开了啦啦叉叉 YouTube 网红有限公司的啦啦叉叉是什么意思？伦，这题好简单啦，你答啦。蕾蕾，你也会啊，你答吧。惊了惊听，拜托，赶快结束啦！啦啦叉叉是狗猪狗标，什么都有的意思哎。太感动了，不愧是我们金露露跟4，对公司了解的小 CC， 恭喜4，最后得到 YouTube 界最傻逼叠字知识王的头衔。这2个连公司名称的意义都答不出来，给我拖下去，好好教训一下。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身为知识型的 YouTuber，除了要答题答对，还要兼具教育意义。以上这些叠字小知识，大家要记得哦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频道，有啦啦叉叉丰富内容等着你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。